台南市中西区北基店大上帝庙头前闹热滚滚，有40顶先天上帝神轿共同庆祝台南400，现场将近2000外人来斗热，是300外冬以来上大的盛事。这个香炉是早期的这个传统，尾啊怎无去吼？因即间要利用台南400，要来为咱这个台南市来祈福。37区的上帝阿公共同一同来替咱国家来祈福，来替咱地方来万民来祈福。这次的焦点是大上帝庙的二弟替发挥出价，庙方还佫特别将供奉伫显灵堂的圣风部长，孔万岁堪着万岁神将，请倒来庙内准备护教出巡。另外，还佫有周公堪桃花女神将。上帝庙呐，以古早来讲啊吼，就是三地不出门啦。所以这边是因为就是做这祈福大法会，所以阮请二弟要出门要来法会现场。拄城开启灵游宫，首度来到大上帝庙，相当难得。两尊神像合影，成为历史性的一刻。这场法会为期3天，除了伫市府西滨广场举办祈安法会以外，嘛伫台南市内绕境，保庇大家平安。水吼，咱上帝讲会灵气，会当使咱台湾呐，会当人风调雨顺。国泰民安。这场先天上帝庙会，唔但有宗教传承的历史文化意义，同时以正向的力量保庇台湾，全程无过多噪音及污染，展现优质宫庙活动的内涵。台南新闻新闻采访报道。